宜兰县政府选定开选国小头前的县政里街哦，大约400公尺长的道路来试办专管头一个行人优先区，有成为一寡标线甲过路线，限速是20公里哦。县政府嘛表示讲，7月进前会来监测，再过来检讨改善。小学生放学了，伫停车区上车，准备要转厝。啊，毋过有的学生是用步练的。宜兰市凯旋国校的家长接送区，平常上下课的时阵，都有人甲车相争的问题，所以县政府伫遮设计专管头一个行人优先区。那目前我们就选择在凯旋国小的周边来试办一处行人优先区哈。那目前相关的设施都已经设置完成了哈。那请民众通过行人优先区的时候，要优先的礼让行人。行人优先区的范围包括凯旋国校头前的县政里街，大概400米的车路，斑马线除了用特殊的设计，嘛限制速度伫20公里内。若准超速防检局就照违反道交条例开单处罚。县政里街除了是学区附近嘛有真侪徛街，民众讲，毋是上下课尖峰的时间，对过路人来讲，伫遮行路嘛真危险，因为车少车速紧。阁有一寡大货车会经过遮，设置行人优先区，会当保障囡仔行路的安全。平常上下课这边车速会很快吗？有一些上下课的时候没有，但是上下课过的时候会有一些车子会快，是有点慢。不过这边有小朋友那个对小朋友应该还可以接受。对。县政府表示讲，行人优先区设置了后，会请顾问公司伫7月进前来到现场监测成效，检讨敢有阁需要改进的所在，了后再阁继续评估县内其他的所在来设置。公司综合报道。